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甲做假证等罪，被判1档2个月有期徒，昨逢假释通出来过年哦。昨伊离开家的时，面对媒体伊无讲话，伊的太太是驶车来载伊回去厝里。在媒体包围之下，民进党籍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把2大袋的个人物品甲册，在找到暗时8点外行出高雄电视加工，对媒体问的真侪问题，敢若一直讲多谢大家。谢谢哈，多谢大家。陈志忠因为洗钱甲伪证等罪被判刑1年2个月，在去年5月10日报道入监狱。根据了解，伊在狱中表现真好，这个月初申请假释通过，高等法院在初6下晡裁准保护管束。谢谢啊，谢谢。陈志忠服刑272天，在过年进前回去团圆，由太太黄瑞珍开车接送离开，两人拢无受访问。依照规定，陈志忠应该在出监了后24点钟内向高雄地检署监护人士报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政府验出大肠的猪肉片有3肉精，大肠嘛申请再验。台中市是表示讲，今仔就有结果。农业部又搁针对大肠其他9个养殖场的肉猪，搁有饲料来采检，昨嘛表示讲，拢无验出有3肉精。卫生福利部的处长王必胜嘛伫面册发文，指出讲有提醒台中市的食安处验到的数字哦，恐惊是实验室造成的误差，得爱特别斟酌。也毋过哦，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质疑中央是人民重要，还是讲是厂商的利益重要？检验监管挂手套初6早起，对方验出3肉精的大肠每回猪肉片检体进行复检，过程包括受诉人员、大肠公司甲第三方专家等10多人到场，而且全程录影。因为这个是原始包装，但我们怕污染，所以我们都会分装出来。台中市食安处检出大肠每回猪肉含有3肉精、西湖特罗，引起中央甲地方的看法不同。台中市食安处复检有假测试的结果，另外一部分的检体也已经伫初5送去食药署复检。农业部也针对大肠其他9个特市场的肉猪样本甲饲料进行采检，初6公布结果，拢无检出西部特罗。我们尽可能针对同一天生产的部分，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些检测。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件是被检出。针对台中市府公布检出3肉精，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伫面册提出5大质疑，表示检验结果挖经极断达，应该思考监视实验室事件的可能性。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属于比较不常见的状况。有争议的事情，还是应该多请专业的人士讨论之后再处理。王必胜也指出，台中市府共一包肉验20礼拜，也毋过结果数值差别真大，煞只公布部分数值，佫无甲中央讨论做法会当佫加油。也毋过台中市长罗秀燕伫初6的市政会议中强调，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以厂商的利益为主，而不考虑到人民的权益，我感到瞠目结舌。到底是人民重要，还是厂商的利益重要？罗秀燕表示，对于食安监察严，唔通放松，呼吁政府应该公正监督，唔通介入。也毋过，行政院长陈建仁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这个代志应该以科学证据论述，希望各界唔通假作有切，风声放野，呼吁民众爱理性，唔通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美路的披萨厂方验出讲有致癌的物质，食药署昨公布讲，进口的大美路披萨厂有农药残留环用乙烷，超过1.9吨拢爱毁掉。大美路是声明表示讲，暂停使用披萨厂，卖风客送验。各方各节cheese加上海产和肉类才配料，落尾再配披萨的酱，安尼配一组是真侪披萨的味酱感觉上好食的。不过有名的披萨业者达美乐披萨就红验出致癌物这款用乙烷，自美国输入的达美乐披萨酱被检出残留农药环氧乙烷。
1.3 ppm， 被判定为不合格。西澳署讲，台湾酷果米公司进口的达美乐 P3的酱，防检出10公斤有农药醛氧乙烷 1.3 ppm， 判定无合格。违规物件是超过1.9吨，必须要全数退运也是销毁。达美乐嘛紧急发声明回应，因讲虽暂停使用即卖的披萨酱，全台问市嘛会随提供台湾制，通过台湾是按法规的替代商品。目前全台问市拢无使用有疑虑批次的披萨酱。另外，伊嘛甲即卖有的封存商品送去 SGS。检验，这是商品第一摆防检出这种物质嘛，确保是上尾一摆。台湾酷果米是回应讲，已经随含客户来联络，调整供应链的模式，确保袂阁发生这款代志。民众如果长久接触到环氧乙烷，会增加癌症的风险，例如增加血癌的风险。如果说工作人员长期接触到环氧乙烷的话，也会有一些神经病变，比如说会手会麻、头晕、头痛、不舒服。西澳署表示讲，台湾酷果米是输入公司进口的达美乐披萨酱，伫最近6个月内面是第一摆发生无合格，伫边境查验的强度因会加强抽验，危害民众的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冷气团热南北部阁有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其他的所在哦温度嘛会较低。咱来看温度。今仔开始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到过年的初一哦，全台湾是拢较凉冷。北部、中部的低温哦，恐惊只有10度。初二开始，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初四才会豆豆回温。详细天气，咱嘛来听气象署的说明。东北季风来，大台北地区自拜二开始感觉会冷，一若拜三年假的前一天，冷气团向南平散，再加上华南云和会向东平散。天气的湿固定，一直到正月初一。在这段期间，若是温度加水汽有配合，关山可能会落雪。在中部以北3000到3500以上的高山，如果温度跟水汽有配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下陷啊，然后雾凇，或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下雪的几率。气象署发低温特报，自拜三开始，各地低温有可能降到10度。一若过年前一天到过年暗。冷气团发挥，再加上全台湾拢有雨，各地是湿固冷的感受真明显。自初一了后，雨会较细，初二到初五，大家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伫过年期间，先是湿固冷，要转做大冷，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年初一的深夜到年初二的清晨，以及年初二深夜到年初三的清晨这几天因为受到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以及辐射冷却效应双重影响之下，目前看起来台北气象站预估有9度到10度的低温。气象专家有指讲，伫过年年节的前半段，冷空气强度可能越近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尤其是正月初一半暝到正月初二的透早，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有个伫苗栗以北较宽阔的所在，有可能降到7度或者是更较冷。拄好是初二传统。嫁出去的查某囡仔爱转去外头厝，民众上南往北，才会注意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超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台积电展开董事会决定讲，要搁伫日本的新本起第2座12寸的晶圆厂，今年底动工，2027年底开始营运。伫日本新本的2座晶圆厂投资计共超过新台币6270亿。再来看《中国时报》，主计总处公布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1.79%，创下最近7个月来的新低哦。伫部分民生物资整体 CPI 是起超过3.27%，尤其是肉类哦，因为饲料的成本增加，猪肉是起超过8%。再来看《自由时报》。癌症病人要选择标靶药物，评估治疗的效果，会使用次世代的基因定序 NGS 来检测。卫生福利部健保署召开专家会议，决定讲 NGS 检测上紧今年的5月份，健保会给付，针对19类的癌症来提供补助，以及一档有3万的病人会当受惠，健保一档大约支出9亿。再来看过年前新冠病毒和流感的疫情拢真严重。疾管署是公布讲，顶礼拜新冠增加567个病例，有65个人死亡，是最近5个月来的新冠。伫流感的部分有8个人死亡，
上少年呢是一个北部40多岁的查某人，伊带伊2礼拜不幸过往。伫诊所等看病，迄区拢是病人，因为最近各种呼吸道的病毒规个窜起来。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全台问急诊类流感就医92万3000多人次，是最近10天来降低第2悬，而且增加8例流感死亡比例。其中小少年的死亡个案是北部40多岁女性，有潜在病，无注过即季的流感疫苗，1月中发病，但伊2礼拜嘛是死亡。后续有并发一些多重器官衰竭以及急性呼吸道的一些窘迫症候群，所以在住院的2周后，那就是不幸的过世。若是流感到官方，顶礼拜新冠肺炎增加567个并发症，死亡增加65例。从5个月以来，新冠嘛是新冠本土疫情第5波的官方。疾管署本地是预估逐天感染的人数到15000人，但可能因为天气变较温暖，民众注疫苗的意愿提悬，群体免疫力提悬这因素，实际感染数差不多是9600个人。不过过年含开学过后，暗算可能有一波较热闹的相关风。春节以及后续的开学啊、灯会等等这些活动，预期这个人流的聚集还是会导致这个呼吸道疫情的上升哈，所以我们观察应该是在开学后的1周哈，开始这个流感跟新冠又会再有一波上升的状况。因为过年的时阵，人较会做伙活动嘛，较接耍动，去挖到病毒的风险较悬。为了保护个人的健康，疾管署呼吁民众较紧去注新冠 XBB 疫苗。目前莫德纳各有455万剂库存 ，Novavax 是剩30万剂。另外，为了要顾到过年期间呼吸道病人看医生的需求，疾管署是将立急救责任病院开特别门诊，全台配合的病院有156间。相关资讯已经公布在疾管署的官网，民众会当去查。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哦，正高塞车，意思是表示讲，若是驾驶拄到塞车的压闸，甚至开始大细声、黑白骂哦，这可能嘛是一款镜头。咱来听医生安怎讲。好啦，过年莫冤家啦，莫冤家啦啊！本所车甲红色的轿车发生行车的纠纷，晚年啊，要回乡甲出去耍的人愈来愈多。若是拄到塞车或者是路况歹时阵，心情会郁卒，容易受气，甚至会出手伤害别人的行为。要注意，这可能是路怒症。为了一点小事情，他就引爆他会有一些冲动的一些反应哈。那这样的冲动的反应，包含是一种言语上的攻击，甚至于是出手伤人。路怒症伫咧医学上是一种间接性的暴怒症。台湾的盛行率差不多伫咧3%以上，无算少。若是一年来有3遍严重的行为，或者是一礼拜超过2遍，连续3个月。就可能诊断成是间接性暴怒症。对患者来讲，代志发生迄当阵的攻击行为，会带来一种解脱加快乐的感觉。不过一般来讲，发作的时间袂超过30分钟，而且事后拢会后悔。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离开会让你情绪无好的环境。情境上面会比较容易让我引爆的时候，就是不要去踩那个地雷嘛。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常常也会合并有一些自残。甚至于自我伤害，甚至自杀的这样一个情绪。医生讲，间接性暴怒症的原因有可能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像大脑杏仁核跟前牙叶有关系，或者是男性的荷尔蒙调节出问题。在咧治疗上，会使用血清型的调节剂，佮搭配认知行为加心理行为治疗。所以建议民众若是情形严重，就赶紧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哦，将驳回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上诉，佮裁定讲川普未当佮有总统豁免权。也毋过哦，川普的团队是表示讲，因会佮再上诉。针对美国前总统川普是毋是有绝对的联邦起诉豁免权，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会议设立驳回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上诉，维持下级会议认定川普无负总统豁免权的裁决。Well, essentially what they've ruled is that executive immunity only can protect a president during his time in office, during his time of service. Once he leaves the White House, he has no more rights than any other citizen. He becomes Citizen Trump rather tha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y use that exact language.
裁决书指出，并接受前总统了后，伫所有时间拢伫法律之上，所以本来应伫伊做总统期间保护伊行政豁免权，拢免个保护伊免受这一摆起诉。这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官3个月来第2摆驳回川普，是要伫被捕推翻指控大选结果的罪名有总统豁免权的论点。川普团队发声明表示，川普未同意这裁决，会阁上诉。Trump is, of course, the Republican frontrunner in the 2024 presidential race, and he and his lawyers are trying hard to postpone each of his cases as far back as possible, including until after the election, if possible. Jack Smith's team, by contrast, is trying to get this case resolved this year. 川普遭到联邦刑事起诉了后，各种法院检诉伫法庭一直失败。不过，伊的律师团依然设法将联邦官司裁决时程延到2024年11月大选投票日了后。伊目前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显示议员走伫头前。若果当选总统，所牵涉伊的联邦刑案可能会撤销。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再来看以下冲突造成中东地区的冲突扩大。伊朗支持的民兵初五是用无人机去攻击美军伫叙利亚上大的基地，上无造成来美国支持的库德族阿宾哥死亡。联合国是正烦恼讲代志会袂收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嘛去埃及，望讲会当稳定区域的局势。进前捌伫叙利亚甲伊斯兰国 IS 作战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初五证实，因伫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奥马尔油田的突击队学院，初五透早防攻击，2名科德族武装战士死亡，另外有18人受伤。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民兵已经讲，对这个攻击负责，这个组织是美军车里领导的袭击目标之一，包括3名驻约旦美军和这个组织无人机攻击身亡。If the attacks continue on U.S. forces and if there are U.S. casualties, then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intense or continuing attacks in retaliation. 以下冲突改版4个月，外溢效应已经明显造成中东局势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以下冲突了后第5摆飞去中东协商，除了协商释放，和哈马斯绑架以色列人质，也希望尽量稳住中东局势。那伫初五的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迪卡罗公开呼吁，赶紧和中东局势降温。也不过，中国代表批评美国的行动加重中东暴力宣传。俄国国家批评拜登政府2月初2空袭叙利亚甲伊拉克，都是为了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美国代表也做出反击。Видим в этих попытках поиграть мускулам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повлиять на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асклады в Америке, желание хоть как-то подправить провальный имидж действующе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And we are not seeking a direct conflict with Iran.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defend our personnel against unacceptable attacks, period. 也不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初时表示，虽然拜登无打算扩大中东战火，也不过美军伫中东也是会有更较侪军事行动，同时也无排除攻击伊朗境内目标的可能性。公司新闻警员陈明英。用3D 列印做枪已经变作是各国管制枪支的空棒咯。法国检方是宣布讲，因抓到一个非法制造枪支走私的集团抓到14个嫌犯，查扣一寡枪。这些枪拢是用3D 列印零件，佮甲零件倒起来，伫网络顶头用加密货币伫卖，是真恶对查。检方放伫桌仔顶展示的，都是互查到的3D 列印的枪支，部分枪身的边边佮有印 FGC 9个字。这是一种德国的库德族移民设计的枪支，所有枪身的零件都会当用3D 列印的技术来制作，而且会当发射一般手枪还是冲锋枪9毫米的枪支。FGC 9的枪身本来是敢若52公分，但是检方展示的非法枪支，有的佫改装较长的枪管，这嘛会互规个杀伤力佫较强。Une des armes vendues qui est un 9 mm, donc avec un pouvoir létal très fort, cette arme répondait au doux nom de Fuck Gun Control 9 mm. Donc vous voyez tout un programme FGCA.
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讲，法国政府是调动差不多300个国家宪兵队的官兵，专门负责反恐的特勤队员，对1年前就开始布线对科技的任务，而且透过网络歹徒的渗透，入去到乌青买卖的网络，总算查到14个嫌犯，包括带头这个26岁有毒品前科的查某人，互检方抓一个有2点：第一是嫌犯拢是透过网络和买家来联络，而且用加密货币来做交易，避开检警的追踪；第二是制作枪械的过程，所有的 know-how 都是对网络找到的。即摆查到的8台3D 录影机，逐台只要台票5000外块就会当买到啊！这就是枪机的零组件了后，嫌犯会一个一个分配寄互买家，买家再搁家己甲做起来，亲像 FGC 9这种枪械，每一支是当卖到台票33700到50500外块。检方认为讲，都是因为遮尔好赚，互欧洲遮侪人拢有枪机，会互治安更较恶化。公司新闻7个人编译。再来看巴基斯坦今仔要举行国会大选哦，也毋过暴力事件小连续发生，已经有一个议员的候选人，佮一个政治人物洪台死，佮有一间警察局互人开爆炸弹，造成10个人死亡。巴基斯坦大选进前无平静，武装分子拜一半暝对西北部一个警察局发动攻击，佮弄入去，而且佮伫遐弹手榴弹，造成10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的惨剧。目前佫毋知影这个攻击案的主谋是啥，不过顶礼拜才有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和一个政界领袖红单死。另外，佫有一场选举造势活动，伫结束了后发生炸弹攻击，造成4个人无命。伊斯兰国已经承认犯案。自从巴基斯坦政府和境内塔利班的停火协议伫2022年讲未成了后，当地伊斯兰正爱战的分子一直活动。这暴力事件嘛，互大家正烦恼2天后就要举行的大选。巴基斯坦的政坛长期以来拢是军方在换，加打毋捌有民选的总理甲任期做煞的。环球明请出身的前总理伊姆兰汗2022年红罢免，去年8月因为贪污罪假，5冬内袂当参选，顶礼拜搁第3摆互判刑，罪名是盗窃国家机密、非法卖国家礼品和违反再婚台婚期的规定。医生加称，但嘛正歹变心。As ousted Prime Minister Imran Khan seems to have run out of establishment's favor. When I say establishment, it is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that I'm talking about, or the Pakistan Army, which is the Lord of the Ring. 分析认为讲，伫这场充满问题和争议的选举内面，把3摆做巴基斯坦总理去年10月结束流亡回来，准备要搁一摆伫政界发展的夏利夫，将有可能第4摆做总理。但是伊的穆斯林联盟伫众议院要过半是真困难，可能变做摆卡国会。未来新政府不管要做什么改革，可能白卡白手。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is new government to take the big steps that are necessary to get this country back on track, and that includes critical economic reforms, structural reforms that are so needed to stabilize this economy and make it more sustainable. 目前巴基斯坦的通膨是到30%这么高，去年接受 IMF 的纾困，才互因无债务违约。按照互巴基斯坦行出经济危机，而且有互打击，搁一摆起来恐怖主义的势力，拢是新政府要面对的挑战。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地震哦，初6就满1冬咯。土耳其罹难者的家属总上街头抗议政府救灾无步是真无能。叙利亚有老无厝的民众嘛，因为无钱通登起厝哦，也毋过当地政府因为受到国际制裁，经济嘛无好，是自身难保。土耳其大地震重灾区哈泰城区民上街路示威抗议政府无能，在后援助无力。嗰边讲1年前地震发生的时阵，有真侪台地土石堆下卡百姓因为政府救灾应变失灵，白白丧命。前13马总统埃尔多安伫演讲时阵各讲话条件。Oy vermeyince size hizmet de yok. Sözünü açık açık söylüyorlar zaten. 迄一空哈泰城首府安塔基亚郊区，相信家属伫亡魂悼念。政府当局也办纪念活动，不过罹难者家属无要接受超过1万人酒迷追悼活动。讲到政府官员，大家出来用喜声要求落台，不过一纸议员爱过。哈泰城在区郊啊黄金大坑部飞，迄时阵为土石堆下卡弄出来，捡回一条命，即嘛有新厝有新主人。
叙利亚一年前为突击队下骹救出来时阵，在大国家妈妈联做会查某婴阿弗拉受国际社会关心，伊即马甲养爸也就是固定一个伙仔斗阵生活。即摆大地震伫土耳其造成5.3万人死亡，伫叙利亚有6000人死亡，也有数百万人有路无厝，有灾民想要搁起厝，毋过煞无钱。叙利亚基础设施、食品、医疗拢爱靠俄罗斯、伊朗甲真济阿拉伯国家大量提供援助。毋过政府议员长期伫个国际制裁甲经济动乱之下，勉强的支持。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的联邦参议院今仔表决通过，北疆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出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康贝尔是拜登政府的中国专家，对中国立场是大家正硬。康贝尔嘛捌强调讲，美国伫印太地区就必须爱甲台湾徛做伙。再来看智利前总统皮涅拉，昨因为直升机失事死亡，食到74岁。智利内政部长是表示讲，遗体已经找到了。现任的总统博里奇嘛宣布讲，全国哀悼3天，失事的原因搁爱调查。再来看南韩今仔公开2013年以来6000外脱离北韩的人访问的调查结果哦。这脱北者是表示讲，伫金正恩的统治，因的生活是真艰苦，嘛真不满老爸团结的制度。这资料本地是南韩政府的三级机密，为着让外界对北韩有正确的认识，才决定讲要来公开。咱来看英国的钢琴家卡瓦纳，因为伫伦敦火车头直播钢琴的演奏，有几个中国人要求讲，因无要出现伫影片，所以要求伊袂当直播。影片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哦。昨这个钢琴家嘛伫面册来抛出讲，伊摕中华民国国旗的相片。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真欢迎卡瓦纳来台湾，做伙来庆祝对音乐、对言论自由的热爱。伫风笛的乐声中，英国钢琴家卡瓦纳握着手中的中华民国国旗，随后将国旗放伫钢琴顶，开始音乐表演。卡瓦纳也伫面册顶平台抛出摕中华民国国旗的相片，和万人分享传达。台湾包括南非洪明凯、立委王定宇、郭耀清等人拢留言讲赞。卡瓦纳意味伫伦敦火车站的公共钢琴直播演奏的时，互几啊名中国人士以保护肖像权为由，要求停止翕，也爆发言语冲突。The Chinese flag. Why you're touching her? Stop touching her! Don't touch her, please. Do not touch her, please. 这事件的影片伫网络流传引起讨论。卡瓦纳随后也个出击，摕威尼肖像的相片，中方的英国旗印有八九六四，指向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but when somebody tries to shut down the boogie woogie, then I take it seriously. So the CCP tried to shut down the boogie woogie, and they failed. Z, you failed, baby. We've got Winnie the Pooh, we've got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ve got the Tiananmen Square number. I know what it is. 有台湾女学生替卡瓦纳赞声，介意以台语讲台湾加油。民众立委林俊宪证实，都是伊的战斗力。中华民国国旗就代表了我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外交部欢迎全世界支持民主自由的国际人士，也支持我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国际人士听台。外交部长吴钊燮更加伫外交部的 X 平台发文，向卡瓦纳发声，欢迎来台，庆祝言论自由，也强调中国记者无管辖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选了后，诺鲁甲台湾断交，嘛甲中国建交哦。即马个传出讲，另外一个友邦瓜地马拉嘛在考虑讲要甲中国来发展正式的贸易关系。虽然瓜地马拉的总统几啊届拢公开来表达甲台湾的争议，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哦，毋但外交，咱嘛爱注意中国对咱国伫经济、佮有军事方面的施压。台湾大选了后，中共对台无停施压。伫诺鲁宣布甲台湾断交了后，台湾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外交部长马丁涅兹证实，当咧考虑甲中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佮设立相关办公室，也会继续甲台湾维持各方面合作。马丁涅兹强调，会公开宣布就是无台湾甲美国。Vamos a seguir trabajando con Taiwán en los niveles en los que ya lo veníamos haciendo, pero al mismo tiempo el presidente Arévalo ha señalado que no podemos ignorar el peso y la potencia que representa China en muchos campos
Y en base a eso es que tendríamos el interés, por supuesto, de acercarnos a ellos. 因为外国新总统阿联华诺进前特别提起，袂当疏忽中国分量甲力量，佮细化甲中国建立关系，恐惊导致外交竞争安定。咱国外交部长54议会中，则参加阿联华诺就职典礼，外交部也回应阿联华诺几摆公开表达支持台湾邦谊，而且分析外国新总统政权过渡期得到美国支持，台湾有愿保持合作关系。台湾邦谊短期内应该袂有变动，也毋过爱注意中国对台施压的手段，袂只是伫外交层面。都会继续加强，包括像外交、军事和经济各方面的胁迫跟强制作为。比方说，像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像无人机的大规模运用，或者像是空飘气球的运用等等的，去测试台湾，甚至测试美国这些区域国家红线。记者综合报道。义务役开学做一当兵，头一批新兵伫顶个月入伍。总统蔡英文昨早起嘛去新地视察来了解训练的项目。另外，陆军嘛来进行地空联合战备的操演哦。因为去年有派联兵营去美国受训，这届嘛是来等候美军训练的成果。教官一个下令，阿兵哥大力破群，掌握军事动作要领。这是一年期义务役新的身份课程，经济激斗，嘛是头一届对外公开。做兵恢复做一年，是总统蔡英文任内上较重要的军事改革之一。头一梯义务役顶个月入伍，投入训练2礼拜。蔡总统初六去新竹市道，要南练习护身导法、经济激斗，安排2个人一组练习。国军落实实战化训练，提升阿兵哥的实力。蔡总统看过训练的过程，伊是真懊恼，嘛指示国军随时检讨训练的效果。除了到北部地区的防空部队了解装备现况，我也到陆军2栋6旅部4营关心首批第1期义务役的新兵的营舍环境和训练的情况。无记特军特工部队的侵袭，大型苏车反击，国军是真冷静，出动直升机做机动任务。地面部队嘛有4M11战车做火力压制。陆军伫乌口营区展开地空联合操演，尤其542旅联兵营，去年才去美军夏威夷太平洋多国联合战备训练中心受训。这届伫蔡总统面头前操演，嘛互外界解脱是咧验收台美军事合作训练的成果。因为台湾的地形比较有限，所以很可能就是可以进行整个联兵营的全套的一个操演，包括步炮装。还有甚至是空中兵力、无人机，还有就是这个电磁空间的通信对抗，等等的这个全套的一个营级作战的模式，都可以充分的在美国的基地展开。那太平岛整修的工程完工，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话讲，愿意对蔡总统领导捍卫国土的主权。不过，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考虑美国的因素甲人身的安全，认为蔡总统领导的可能性无大。另外，中国各方面改变 M503 的航线，苏起评估未来台海发生意外事件的机会加悬，中国以前表达的可能性恐惊嘛会增加。5月20日了后，新政府就要谨慎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拢爱大摒扫，本色是平常时的2倍到3倍哦，所以清洁人员是真无用，有时阵本色请的时间嘛会长着。之前有民众不满哦，骂清洁队员搁动脚动手。汤市的环境管理处谴责暴力，嘛强调讲会来透过司法为清洁队员讨公道。农历过年进前，家家户户拢无用大摒扫，本数量是平常的2至3倍。画面中会当看到民众将手内捐收的物件，等伫主管回收车了后，先是暂车过门，所来搁拍车门，清洁队员落车录影搜证，手机刷互民众拍落来，搁留咧拍。过程转互行车记录器翕到，清洁队已经向警察局报案。经了解，系因年中清运垃圾量较大，导致车辆延时延误，民众无奈等候，因此发生纠纷。代志就发生伫初3暗7点，专案会以妨碍公务、侮辱公务员、甲毁损罪向法院提出告诉。环境管理处表示，严正谴责暴力事件，绝对会追究到底，用司法方式为受侮辱的队员讨回公道甲尊严，也无排除民事讨赔。民众竟当街踹打我们的
那个支舟车，并对清洁队员辱骂。那目前我们说的影片都已经有搜证完整，后续也会循司法途径来捍卫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的权益。清洁加班服务市民也爱受侮辱，清洁队员也感觉委屈。另外，因工作中也可能受伤，像2015年西总的清洁队员，本色清运完了后，落车厝倒受伤，经过诊断是腰部椎间盘刷溃。市府第一时间同意工伤病假期间行使照付，也毋过专案经过劳动部鉴定，毋是属于职业病。经过市府核算，因先加领薪水73万外，专案进入司法程序，最后高庭法院判决无需要害，专案确定。汤市政府表示会尊重，后手也会依法院判决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灯会伫台南举办嘛配合台南建成18档，市政府是扩大举办，到达嘛已经有26万人次来观光看花灯。也毋过，安平地区的交通管制，和在地民众是真反弹。交通局是表示讲，已经开放民众办通行证，嘛调整管制的时间，各有落单。天顶有900台无人机摆出台南400顶各种多样，各有烟火表演，现场人抢滚。这个人16档台湾灯会伫台南举办，到达城26万人来赏灯。为着要让交通会当通透，市府公告不只侪配套措施，毋过所有在地民众怨讲管制伤严，影响到因的生活。有人指控交通管制人员的态度无理想，警方嘛出面驳回。交管人员他说这次的态度不是很好，这样啊，说去倒垃圾的时候就是有其他邻居也有都是这样反应，就是已经有跟他说地址在哪里，他就说啊你啊不是在那边吗？为什么一定要从这边进？他就说我就住这啊，不方便啊。像我回去补几个东西回家，我要经过4个那个管制站，我就觉得我快被烦死了。有带动观光人潮，但是有造成那个在地居民这个生活不方便啊。每日在举行勤教，以办喜事的心情，请同仁务必柔性执勤。交通局讲，灯会期间因为车辆多，地区管制范围较大，经过检讨，市府对初5嘛开始发放通行证，在咧自5点家庭单位，只要摕证件到公所第3换。另外，市府嘛甲车辆管制时间调整成拜一到拜4下晡6点半，那假期是下晡4点才开始实施，部分路段嘛取消管制啊。管制的范围本地庆平路，伫咧裕平路东的部分，咱有管制，啊，即摆已经甲取消掉。啊，另外伫即个平生路平生路伫安平路到运河路这段，咱嘛是甲取消管制，而且咱管制的时间本地较长，啊，咱即摆甲减少。台湾灯会会等到3月7日，虽然市府有设临时停车场，通互游客好停车，不过交通局也是呼吁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这届嘛特别规划4条接送车的路线，通互民众利便来赏灯。记者伫台南采访报道。有一个评论社会事件的网青单机，昨日出门伫路林轰拍，警方调查，这个拍人姓黄的查甫人是准备好势要犯案的。以上了后是5万块交保，警方嘛在调查背后，敢有人会杀人？你没有错，你讲的我永远没有错。单机甲伊老母男做伙，是好甲4男随。伊讲前到搭毋捌想过伫咧大包的街路咧行，人身的安全嘛会受到威胁，伊的耳仔甲面去用拍着伤。他说：“请问你是陈姨妈？我可以跟你拍照吗？”我下意识的点了头，那个陌生男子就立刻拿起他的手机，假装要跟我自拍，然后就拿他的手机，非常用力的敲击我的头部。回想代志的经过，初5下晡4点外，单机伫咧中仑消防分队外口，伊一个人咧等车阳灯，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行去伊的边仔，讲无2句话，就雄雄出手甲拍。2个外国人看到这个情形，是紧甲这个查甫人救开。干嘛啦？要碰我啦！警察到现场了后，这个查甫人要一直咧化休，规分尸全周围，当场去互管束。虽然伊辩讲伊是一时认唔到人，不过单机认为讲，这个嫌犯是有计划犯案的。警方嘛发现讲，伊伫咧动手进前，早就踮伫咧现场点外钟。经被害人验伤后，对黄贤提出伤害告诉，故警方将黄明逮捕。全案依伤害罪移送侦办。单机曾在伫咧网络顶评论社会事，伊讲伊甲加害者并无熟悉，警方无排除这个姓黄的嫌犯是有人派伊去犯案的。以伤害罪嫌以上了后，以5万块交保。不过有立委讲，可能是黑社会伫咧做无后的主使者。看守所里面关的是车手，不然就是
类似我们刚刚在荧幕上看到黑衣男的打手，难道我们内政部警政署要纵容如此的犯罪形态继续下去吗？暴力解决在所有的这种事件冲突的解决上，很多人会想要去选择的方法，因为它会立即造成被害者的惶恐。我相信这个模仿效应是存在的。网络红人蔡阿家几啊年前伫路林捌去有7份人攻击，即届佫发生单期伫路林去互拍。就算代志发生的原因还要厘清，不过包括伫街仔路暴力犯罪在内，最近这几年伤害案件每一年拢超过1万件。学者嘛烦恼讲，这种的案件恐惊会引发模仿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订单每年会民众爱特别注意哦，因为过年前网络的订单是非常的多，消保官就提醒民众，若是讲有指定讲一定爱伫过年前收到货，货无收到，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退货。高雄凤山这间网络购物平台店到店的据点，行路敢若剩一个人会当过，其他的所在想法是囥甲10通通。下晡有业者想要来寄货，所有人叫伊莫直接寄，叫我们尽量去别间寄，他们这间已经塞不下去了。那时候我说我今天那箱子我就寄，其他的我就先到无人商店那边寄货这样。要过年是可以理解，因为就很多电商都在特价，大家都会买。店员建议民众去其他的分店寄货，较袂去牵着寄到位的时间。另外一间店到店的据点，嘛有同款的情形，物流箱为店内底摆去到外口。业者讲，伫申请进前，货量确实有较大，目前已经全面加派人力来支援。货量较大的据点嘛，增加每一天派车收货次数，而且伫人流高峰的时段，加派卡手来斗3工。消保官提醒，伫网络顶买年菜或者是年节的食品，应该爱甲卖的人较认，甲约定到货的时间。若已经讲有订，所以要是伫过年了后才收到，会当请求退货或者是算较俗。失去了年节使用或者送礼的这个目的，有权利选择要求退货还款。那当然，如果他选择是仍然收货的话，可以向卖家请求减少价金。消保官指出，伫网络顶买的商品，若已经约定却是无准时送到位，责任会是卖人的；若是消费者家己摕去寄的，无准时送到位，责任是物流公司的。不过，伫过年之前，货物的运送量真大，建议消费者要是爱先确认状况，才决定敢是要消费，避免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龙年要到咯，新竹市的香山地区一间庙寺用68万的1块的银价，3个月时间哦，做出一杯钱龙，咱做伙来看卖。这杯金黄色的钱龙外形看起来唔那活跳跳，而且我近一个看，竟然是用1块的银角做出来的，民众拢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相。亮片，然后现在直接一看是金币，那亮晶晶的，亮光光。哦，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哈，金光闪闪的。本来预计是58万，语义是让我发的一个概念，因为1元复始嘛，那我发的概念，那完成之后呢，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68万。台湾美容艺术老师叶俊南利用68万的1块的金角去靠金角材质派固定的特性，用3个月的时间豆豆做。真不简单，再完成。我们原先的发想呢，其实在10年前就一直很想要把它完成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因为碍于其实金币真的要完成，其实它克服度非常非常的难。那这一次呢，我们尝试了好几百次，才好不容易把它这个金币呢，把它促成一个立体感。钱龙边啊，佮利用麦啊、参台啊等等，增加钱龙的艺术感。创作者表示，也代表我国丰收的艺术。庙方甲创作者拢欢迎民众在过年时来遮赢钱龙，讨一个好吉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高雄的中山大学学校内底有一个市定古迹蒋介石行馆哦，最近的翻新，嘛发现一个89当前伫日本时代起的葫芦池，保留甲真完整，咱做回来看卖。中山大学蒋介石行馆外观是一栋历史建筑物，内底除了办公休困的所在，即摆修复过程，佮发现1楼有一个真大遗址，这是89年前日本时代起的。因为这挖进西仔湾，过去就捌开放温水池予大众使用，伫遗址中央佮有加热器，规个保留甲真完整。
在海水浴场的这个休闲的人有热水也可以泡，所以在这边也创造了温浴池的这个空间。那很特别的是，你可以看温浴池的瓷砖还有2种色调，一个是白色调的很干净的白色调，另外一个色调是墨绿色调，是跟整个建筑物搭配起来的这个色调。很特别是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布纹砖，它上面还有布的纹路。这栋过去唔那是高雄观光馆，二战过后是正做蒋介石到南部的住所，到今已经有89年的历史。这摆修复重点，团队将建筑外观恢复到过去创建时期的模样，将内底插头、塔门等等的装潢来保留过去的风貌。连楼梯边的图样是日本时期以打造音译来做回魂的设计。嘛90栋啊，所以伊风台地动漏甲真严重啊嘛。迄个咱看到迄个咱岁月吼，迄个非常斑驳迄种的迄个痕迹。这栋建筑已经有100年历史，过去受到风台、地动等等灾害，中山大学伫2022年开始修复，会继续做艺文空间。学校表示，未来除了规划艺文的展览，也会开放参观，只是目前也未确定开放的时间。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再来看伫嘉义市东菜市边仔，1689年起的嘉义上中庙门口有一对用细石仔做的龙条，这几冬开始有必顺，庙方请专家按什么用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来修复。在法师的传领之下，庙方人员在进行龙条架神的仪式。伫嘉义市开启有335栋历史的上中庙，庙门头前这对抹石仔的龙条，因为久啊有损害的状况，所以准备要进行修复。因为伊伫差不多80栋以前，伊的制作方式就是足特别的，就是用阮的这个抹石仔，但是伊也知影抹石仔一般拢是咧做阮的涂骹、做阮的迄个壁啊，还是楼梯，但是要做到遮油的，我讲真的，伫台湾足歹看到啊。除了龙条以外，庙门顶面的门神嘛有彩绘落插门帮必顺的状况。庙方为着要修理这个物件，就用龙条的花草设计龙年平安符，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物主来修复这个物件。修复迄款门神的代志吼，迄钱额还佫无够，修缮的钱还佫无够，所以讲咱就用这个龙年甲艺术甲迄个国民党做伙合并，做伙来互人依过就对啦。嘉义市的上中庙，记伫1689年有自路第一高庙的讲法，后来互日本政府拆掉，伫1947年重建了后，上中庙的建筑高单，拢阁看到迄当阵工艺师留落来的作品。修复团队表示，上中庙的龙条、门帮的门神拢真罕见、真珍贵，暗算会用6个月至8个月的时间来修复，希望继续保留这个工艺作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阳明交通大海团队开发出华语环台语的软体，卖当来分析台语语句的结构、字性，佮有声调，望讲会当来帮助本土语言的复兴。大家拢来讲台语，写华语入去就通翻译做台语，而且念出来。即阵 AI 也知影台语有腔口差。大家拢来讲台语。台语高雄腔、台语台北腔 AI 拢会晓讲，这是阳明大学智能系统研究所所长廖冠富团队研发的台语语音学习系统。已经找文章啦，再找人来念安尼，再找无同高雄的人台北人来念安尼。阮落尾是找差不多600人。差不多全台湾拢找来。廖冠富参台文系的学者合作，找各款腔口的人来录音，未来会推出更加侪腔口的语音。另外，团队也设计通分析台文语句结构的台文自然语言剖析器，写入台文句，系统就会分析这句话安怎断句，佮有书性安怎变调。为名词为文法面顶先甲做一个分析啦。这是传统做自然语言分析第一步。对。学台语的人，我感觉是帮助真大，因为即马咱学台语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其实声调变调，这个是上大的问题啦。廖冠富讲，分析语句的系统是台语 AI 发展的第一步，希望在未来的2年到3年，通发展出台语的语音自动翻译系统。不过，这就需要更加大量的语言资料库，这也是目前正在拍拼的。记者顾问谢桂林台北报道。日本赛马是当地真普遍的马术运动。咱来看北海道有全球唯一的马拖替赛车的比赛咱做伙来看卖。
5点了后，10只弯马开始拖有起速的铁丝车努力向前行，会当看出逐只马踏伫涂骹每一步拢真出力。这是弯月赛马全球只会当伫北海道戴光赛马场看到，是当地真特别的比赛。每一届比赛都会当吸引真侪观众到现场替比赛马去加油。No matter how good people or horses look in the beginning, the crucial parts of the last like 50 meters, you know, so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which is cool. 这是北海道的传统比赛，由体重800公斤到1200公斤。过去当作是龙竞马的重型马、弯马来举行比赛，甲过去马要拖犁换作是刹车，而且要求着600公斤以上的铁刹车，载着骑师走过直线200公尺，有2个小山区的特別賽道，是全球真特殊的比賽。材木を山から何トンもの材木を出してくれたり、それから畑仕事を一生懸命頑張って物を引いてね頑張ってくれました。その名残がやっぱり物を引いた競争になっちゃった。因为马载重真重，所以会行一个停一个，嘛，叫做全球速度上慢的赛马。比赛时阵，马力量、耐力甲骑术的技巧，嘛，叫做观众露出赛马的参考重点。关于北海道，阁有其他3个城市嘛，捌举办弯月赛马，也毋过因为赛马速度无紧，有兴趣的人一直减少，造成主办单位了钱真济，所以停办。伫戴光赛马场重新整理设施，推行无分赛马，佮开发正做手机游戏了后，才豆豆吸引更较侪家庭甲少年的客群。暂时弯月赛马内底差不多有750只马会参加比赛，游客入住金额一年累计达到555亿一票，差不多大票117亿，是2011年入住规模的5倍，嘛成功走掉这个特殊的赛马文化。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再来看，敢若甲魁北克省的民众最近上时行的活动是伫结冰的溪流钓鱼哦，也毋过因为气候暖化，一般来讲是年底就当开始伫冰上来钓鱼，也毋过今年是拖到1月中才通开始钓。这群人行伫结冰的溪流顶悬，准备要去钓鱼啊！加拿大东北部魁北克省最近总算进入寒人，溪流结冰会当伫冰顶悬钓鱼啊！ Mais là, on est heureux quand on voit que la ligne bouge, on est heureux, puis on se dit. 伫冰顶悬钓鱼啊，是魁北克人的传统活动，已经有85年的历史。当年的12月底到过当年的2月中，是上适合伫冰顶悬钓鱼的季节。在地人请在一家伙仔做伙做一间寮仔来钓鱼啊，一个钓就是规暝。Il y a des années où on pêche plus de 1000 poissons. Donc, ça dépend des saisons. Mon père, lui, avec 2 de ses amis, en a déjà pêché 1600 à 3 en une seule nuit. Donc, ça dépend des années. 不过最近这几年，对在地人还有咧做钓鱼的寮仔业者来讲，伫冰顶悬钓鱼啊是愈来愈无简单。因为照理讲，溪流伫旧年底就应该结冰，冰站到30公分高的时阵，才会当搭寮仔开始伫冰顶悬钓鱼啊。这一季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 一直到今年1月中，冰站才达到应该有的高度。钓鱼的季節比往年減1個月。beaucoup de boutin, beaucoup de pluie, donc c'est ce qui fait en sorte que le couvert de glace ne pouvait pas prendre. Donc plus de clients. Fait quand on perd toute la période des fêtes, aller jusqu'à quand les enfants commencent à l'école, mais je dirais que c'est un minimum de 25% de nos revenus qui sont pas là. 伫冰顶悬钓鱼啊，是魁北克真出名的观光活动。每一年成差不多10万人来这行搭。当地伫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平均的气温，比一般的情形悬-4度。钓鱼的季节愈短，业者的损失就愈大。今年慢1个月才开始，观光的收入嘛减1半。业者讲，因是看天食饭的，无法度甲大自然来对抗，敢来当祈求气候暖化的现象会当转好，互这项传统的活动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国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做伙来看今仔天气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 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7度，上悬18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第二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